也没啦，确定些。四川노주头港的用语，很多路我忙不些啦，确定进不进入。文章去了30小个班呢，几个了的，每日常用起起，罗送就送啊咱们。罗我等个技术，你怕一节每日常用起起，我罗等啊的青年，咱们个常用起起的该用。姐姐切人们两个先的呢，切人个当局啦，先是弄着。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俺们啦，切入工作时，罗中阿姨，罗尼个啦，俺承办那里没混弄着给许。你怕个些阿人几点的土打的话子，干子课，某某没户成一面把个累积的。俺等不出去那个人了，那个面把苦干了，一夜那都等到看到的许，等你那个过去，等到那把技术，俺的波波起来了，公里加就是波波起来了，等你了，俺的其他事，过去学成一面把了，看到给个的在嘞。这个干包虫，这个高头看应该有8到9公分的大小。小啊，大？这么大？这么大吗？啊8到9公分。它吃掉它的胆管、血管，甚至其他位置。从现在这个来看，它这个生长周边这儿生长还是比较快。肚子痛了2年了，结果都还没出来，他就跟我说，他不愿意手术。不管他的话呢，这个以后可能还会加重。已经处于晚期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当医生呢看到这种病人，特别的惋惜。我也经常在问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真正的配得上我们这些锦旗上面的那些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疾病从早期做到了一个预防，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医治未病。这次呢，我们到甘孜县呢，主要是做一些健康科普和一些患者的一个随访的一个工作。色达、石渠、甘孜、德格、白玉、兴隆，这6个县是我们疱菌包虫病的高发县。是不是不养狗就不会得病？不是。是不是只有肝脏会得包虫病？大家仔细听。待会儿回答好的、回答正确的，叔叔还有奖品送给你们，好吧？这是我们2016年泉州当时统计的，我们总共有12000多的这种病人。它最大的危害其实不是它的疾病的本身展现出来的症状，是我们在早期得到这个病的时候呢，我们都像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的感觉，而且他求助的时候已经处于包虫病的晚期了，这个时候叔叔也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有的时候说包虫病又叫做虫癌呢。从2008年中央补助地方包虫病项目实施以来，到我们2015年11月底，在我们甘孜这片大地上呢，推行了包虫病的一个防治攻坚。我们从以前的每年的几十台手术，到15年以后，接近每年300多、400多，最高峰的时候也做了大概有600-700例。叔叔放这个图片也想告诉你们，叔叔从来不喝珍珠奶茶。这是个狼性包虫。那你们看，这是我们晚上查房，他们一块儿跟着我坐在一块儿，我也是给他们讲这些问题。防这一块呢，特别的尤为重要，包括我们州医院的医疗队，包括我们州级疾控部门和我们各县的县级医疗队和我们县级疾控部门呢，也经常深入到我们的乡村、寺庙、学校，宣传早防治、早治疗。为了达到更好的健康宣教和我们的筛查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甘孜县疾控中心制作的一些精美的礼品。在我们筛查和健康宣教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礼品呢也发给我们的农牧民群众。像这样的书包，我们用藏汉双语，包括要喝开水、留洋瘴气、不喂狗、不玩狗，饭前一定要洗手。让他们更愿意接受我们这次筛查的一些工作，提高对包虫病的一个防控知识的一个知晓率。大家知道吗？我们怎么预防它？
不要摇手啊。最重要的是什么？让我们洗手有几步？大家知不知道？哎呀，回答很正确，待会儿每个人都有奖励啊。第一步做什么？然后呢？要仔细哦，小朋友们。我看见那等到去学呢，咱这时候个就对接还好呢，等于俺那等到俺班那啥嘛。陈老师，你们预约的那个病人好久到？刚才给我打了电话，可能还要几分钟，那我们进去在里面等哦，吧。要得。啊。永卓老师啊，这个是我们最老的超声诊断仪啊。啊，这个是我们之前你看嘛，当时的话就是用这些机制的话，那个诊断我们的这个保重病患者，然后进行人群筛查。就是早期的一些保重病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超声诊断，那么越早对疾病的一个治疗的疗效和我们的经济负担和我们的社会成本都会降到最低。现在呢，通过这个中央财政还有省财政的这个大量大资金的投入以后的话，我们的所有的设备都更新换代了。通过这个3面1补政策，针对我们病人免费治疗、免费药品的发放，还有就是我们免费手术，补充我们患者的这个交通补助。我们的甘孜县的这个总的病人800多例，现在已经降到500多例，所以说这个成效是非常明显的。陈医生，好，你约的病人来了。来吹灯，你看，来的，这个是哪个？这个是哪个？看一下。叫爸的，阿的，妈呢？啊，北京去了一趟的。俺老就是啦，前8年，俺现在呢，等于如果是报读去弄大报了，那次做我们西来的，等于看就俺一路就来的。这个可以在1个月个。啊，一个月。还恢复得好了。娃娃鞋还是可以。像我们做完包虫病手术的患者呢，我们一般以2年的时间呢，作为一个密切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窗口。董爷爷，我很好。董爷爷，我好好。哎呀，车单好啊，车单现在挺不错的。那么有的患者也得到了社会的各种爱心力量的一些资助，就像这次小泽丹。在报销了国家的相应的政策以后呢，我们同心共筑中国新的这个活动呢，免除他所有的一个治疗期间所产生的一个费用。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促进了政府、医疗机构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共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挑战。这个就靠你自己去决断，好不好？成都做的比较好一点。泉州95%的患者都在我们这儿做的手术，你可以去问一下啊。偶尔呢，有的农牧民群众呢，就经常要求去华西医院或者省医院去做包虫病的手术，但是呢，反过来讲呢，这也可能是我们的患者呢，对我们的医疗技术和服务啊这些可能还是有一些顾虑吧。我们泉州，我们总共接近100张床，在为我们的包虫病患者服务。也希望我们今后能够一起，就说为我们的老百姓打造一片没有虫的一个健康家园。谢谢。我们也经常在我们深入基层的时候，在我们的县乡进行相应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展示、经验的一些推广。反过来呢，其实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一些农牧民群众呢，也有相应的影响。他也特别年轻，还抚养孩子。因为他就是一个包虫病，不管他可能活个3、4年，但是我们冒着风险去做，他有可能就手术当中就出现一些并发症。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和我们华西的王文涛教授商量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做了当时整个肝脏外科比较危险、难度比较大的一台手术，离体肝切除、自体肝移植。带他那天晚上去吃德克士啊。他也从来没吃过，然后他们2个很拘束，坐在那里很拘束。我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治疗方式，然后那个时候是冬天，想去泡个温泉，我们就带他去泡温泉，就给他选了一套黄色的羽绒服和一顶粉红色的一个连耳护耳的一个帽子。他第2天早上，我们给他梳理头发，每个人都又紧张又激动的那种感觉。上战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从早上9点钟把他推到手术室，做到第2天早上凌晨2点，
17个小时。俺没糊弄个才能一个过去，没把陈医生都可能说把这个，你把蹲出来时才是请把那给的那小节奏性格，这个你个阿爸没把这了热话主要些个。哎，乖乖，没有，谢谢，哦，就是我那天给你打了电话。好，今天晚上。我们分别在手术后的3个月、手术后的半年、手术后的1年和手术后的2年，做了4次的一个医学的一个回访。我最记得他当时他在手术室门口，他爸爸紧张的呀，哎，医生啊咋子？我说你不要担心，我告诉你不要担心。本来没糊弄你下来了，并且第过那天就吃下去打下来呢，吃着热气个么个，下了嘛那些个，但第下呢打下呢，吃着嘎嘎热气个么个，但是那他是没把口个，弄没个他到这啥天，我中午这啥天在，落地球的在，但没把这些，但都没把口嘛，我是碰下啥的。他那就可以停药了，1个月以后回来我们再打个 CT 看，完完全全没得问题，咋子就这个治疗就结束了，就好了。好，拜拜，你们快去。啊。包虫病从口入，多营养，人消瘦，如何办？重预防，吃熟食，喝开水。得了病莫惊恐，找疾控免费药。做手术有补助，早发现早治疗，随医访政府帮，保健康共小康。之前多次来到甘孜开展包虫病的救治手术，我也深深地感到当地的医疗治疗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甚至比一些内地城市的大医院的技术和设备基础还要好。有非常多的患者接受了手术，并且重新获得了健康。我们将继续努力组织医疗资源，为彻底消除包虫病、保障甘孜人民群众的健康贡献智慧和力量。陈荣正说，他的生命是我们给他的。其实我觉得他的生命是这些年党和国家政府对我们农民群众的关心，让我们整个团队的那个包虫病的救治能力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所以说，陈荣作的第2次生命呢，是我们党和国家和我们所有为包虫病防控事业做努力的人给了他第2次的生命。我和我们的团队呢，也真正的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上医治未病的这样的一个夙愿。直到那一天的时候呢，我还在相信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得起我们的患者送给我们的哈达和锦旗。